果子狸是直接出现伫都市附近的野生动物。台大甲台师大教授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讲果子狸伫都市常常着伤死亡，上主要原因是受到路人的狗仔的攻击。为监视画面会当看到果子狸伫天棚夹层软来软去，也是伫行园建筑物中，这种野生动物真会晓伫有人类的环境中生存，所以伫郊区山顶，也是伫都市绿带，拢真看的。不过有研究团队发现，无论是小只猫也是大只猫，狗仔攻击拢是造成受伤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野生动物就是从浅山跟城市来去的，结果没想到说，我们城市里面的生态环境其实就可以维持。在城市里面的白鼻星最大的一个攻击的威胁就是来自犬只，然后第二大的是道路的车祸。即使是成年的白鼻星，它被犬只攻击，在所有的案例之中，仍然有40%。研究团队跟阿为台中市来掠算，至少有45个收，位伫4块围有90%建筑的人口密集区。不过，无论是伫都市，也是伫郊区，当因甲热数的猫仔狗仔的活动范围相踏了后，生存条件就较会受到威胁。其实全世界的非常多的野生动物其实在近10年都看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在国外其实也有一些例子，告诉我们说有很多野生动物进到市区了。第一个是它熟悉的环境，二来是说放出去新放的个体，有时候其实的确会造成新的个体需要适应甚至会有一些竞争的状况发生。相关研究会登上国际期刊，研究团队呼吁各界重视热数的猫仔狗仔的管理，也要促进都市那热带的生态功能，才会当为野生动物打造更加友善的生存空间。记者综合报道。